新竹咧对有分红色超跑之称的新桥伫各地绕境，这是苗栗通霄白沙屯宫天宫妈祖逐年前往北港绕境的状况。今年庙方拨杯了后，决定伫各日5月28暝起驾。27号，入庙是申时下午3:05分。3:05分哦，那要回宫，那算起来今年应该是8天7夜。庙方讲，今年维持传统，敢若决定起驾到北港，阁有转来时间，规定要听地图安怎行，拢靠妈祖的桥来指示。不过最近疫情欠悬，即马定的时间到5月，敢会受到影响？中央疫情有什么指示的话，那该延期还是会延期的。这个是现实况再来做一个宣布。敢袂当如期举办，庙方嘛讲袂准，因为前年绕境都受疫情影响，延到7月举办。去年正常举办，报名人数嘛超过8万人，创下新高。今年虽然按算会伫4月底开放报名，不过信众敢袂当阁对分红超跑绕境，要是来看疫情安怎发展。